從前有個有錢人，佢屋企有個特別靚、做工好精緻嘅大鐘。有個小偷聽到之後，就打算偷走呢個鐘。佢諗住用鐵錘敲爛個鐘，咁就可以一件件攞走啦。點知一錘落去，大鐘即刻發出一聲巨響，小偷嚇咗一跳，急忙地揾嘢揞住自己對耳仔，以為自己聽唔到聲，其他人就聽唔到，咁就唔會俾人發現啦。於是佢一邊揞住耳仔，一邊繼續敲鐘。周圍啲人聽到咁嘈嘅聲，即刻走埋嚟，將個小偷捉住咗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，做錯事唔可以自己呃自己，要勇於面對現實。